刘子，那边那包地了不？我靠！我的面呢？这他妈咋这样了？哥，我被打了！谁呀？这么大了，敢打我弟呀？这么大了，敢打我弟呀？这么大了，敢打我弟呀？被你呀打到我小弟弟了。哎，这天热死了！老妹儿，上车，哥带你溜达一趟吧。好累。哎，不是，上错车了！喂。哎呀，这你家孩子？哎，这孩真漂亮，能亲一下子不？能。孩子好。哎呦我操！三胖，咱玩游戏啊？玩啥呀？喝酱油，我喝一口你打我，你喝一口我打你。哈哈哈！哎呦我操！来来来，打我来来，该我。不玩了。啊！哎呦我的老铁们呀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街头悬空术，往常都是假的，这次啊绝对真实。哟，哎，这谁家小孩？哎，这谁家小孩？哪次没干过？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老铁们呐，大师给你师傅魔术啊！哇，这都是假的，这是绝对真实。双击加高度，马上出掉层，马上出掉层，双击加高度。哇，我顶不住了！3、2、1，哇！不会。哦。嘿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？我认识你吗？哈哈哈哈哈！
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手机我不要了，老婆陪我。我有碗，你给我不要碗，我有我教你。这么大的太阳，你不夜呀？夜不夜？夜不夜？还夜不夜？这回不夜了吧？我妈不让我跟你玩。瞎呀！你说谁？说你咋的？我去你大爷！老铁们，今天我要突破世界纪录。的发布会就由我来为你阐述，把望在峡谷的爱与故事给所有人展露。打不过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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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我打败了，全都一起。看到了吗？有苍蝇，我去发网拍，敢亲我老婆。跑！苍蝇，我怕你睡不好，给你点呢。真好，老公啊，亲。